今年63岁已经做阿公的戴义雄，伊唔那顺利大学毕业，佮考调硕士班，真正是活甲老学甲老。在厨房专心学煮食。今年63岁已经做阿公的戴义雄，4年前决定转到大学上课。一开始对伊来讲，确实学习上有淡薄仔吃力，逐工下课拢爱用比别人更较侪时间读册。要背这个，这个题目，我可能3天可能都没办法睡好，因为有时候背又忘记，又起来再看一看，再背一背，所以可能在背的方面，还有在电脑这一块里面，可能比较跟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差很多了。靠家己的决心参努力，戴义雄唔但在今年顺利毕业，佮准备继续读硕士班，伊的精神让大家拢真感动。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就是说，他其实可以把他过去的一些经验跟同学分享，那甚至同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也可以，就是说，去跟他做一些咨询，可以给我们现在的在校的同学、年轻人一个榜样。就是呢，其实学习是很重要的。另外呢，就是一个永不放弃的毅力跟精神。人生当中里面，书一定要读，一定要读。你读到多高，我觉得那看你自己。但是我总是觉得，在我人生当中，大学就是少了那一块，所以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。戴义雄讲，虽然家己是全班上侪岁的学生，既然决定重新来读册，大家学生应该做的本分做好，未来会继续专心学习，珍惜上课快乐的时光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